咱问 Kevin 食有，阮两个食无的黑糖糕，台语安怎讲？是黑糖糕哦，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呀，阿嘉，手手完啦，来，大家来，欧腾哥，乌糖糕，唔对，快点，欧腾哥啊，讲想看哦，成哥，我知有啥物？哦，唔对，给两个，欧腾给两哥，啊，三个字呢？冇啥话，欧腾饼，乌糖饼，啊，不要紧，选一个，欧腾哥，乌糖糕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乌糖糕？唔对，歹势，是安尼讲。哦，来，安尼牛安牛安阿平阿平阿平来啊！你安尼调起来，表示讲你会晓，没有，无你做的演都会出。够丢你就修情修义，我讲，伊拄仔讲的迄拢唔对，所以讲你家你有己机会啊，什么话？差一个，对对对。欧哦，糖啥话？饼，哦，什么？贵，欧腾贵，快点。快点，好，我问老师哦，来，老师，乌糖粿对唔对？安尼正确。